欢迎收听文言良语。一句文言良语，互咱学习人生真理。咱伫一条患难中，伊就安慰咱，互咱会当用着神所赐安慰，去安慰遐个做不着各种患难的人。咱既然济济受到基督的苦楚，就靠着基督济济得到安慰。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1章第4节、第5节。对一个基督徒来讲，患难是领受耶稣基督安慰的机会，也是一位神所差派训练，要成做成功的安慰者，得较出的试题。写的时阵呢，是真痛苦的，毋知影讲安怎写才会当完成一个正确的答案。一直到神的手搭着咱的肩胛头，牵着咱的手，为着咱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，咱才会当感觉到讲苦难当中，也阁有足大对神遐来温暖。有一位英国画家，伊也是雕刻家，伊名叫做瓦兹。伊甲5万这幅画呢，画成做一个受到真重打击、拄着挫折的人。伊的手依然抱着一支只剩着一条琴弦的切弦琴。有点信心的5万者是看遍万事，历尽沧桑，但依然扶庇着信心。神会甲转机甲安慰呢，互遐个历尽沧桑，还佫会当对神充满着信心的人，亲像古圣徒约伯同款，最后会当望着神的祝福。伊历尽苦难的过程，甲伊后来望神祝福的结果呢，毋知安慰着偌济历世历代伫苦难中的人。无有经历苦难的人，得较真力咧成做成功有效的安慰者。咱伫一条患难中，伊就安慰咱，互咱会当用着神所赐安慰，去安慰遐个做不着各种患难的人。咱既然济济受到基督的苦楚，就靠着基督济济得到安慰。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1章第4节、第5节。以上文言良语由全能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提供，感谢你收听。